2026年嘅香港富豪圈又被一組雙炸晒鍋啦！就喺啱啱，甘比陳海韻喺自己嘅社交賬號上面，罕見咁 post 咗一組同大女劉秀華嘅高清合照。呢個係17歲嘅劉秀華第一次以完整清晰嘅正臉出現在公眾視野入面。相一出，港媒瘋狂轉載，網友們將劉秀華嘅相同劉鑾雄1983年嘅舊照砌埋一齊，圈出眉眼間距、顴骨高度、下巴弧度、眼型似足老豆下巴同大劉一樣兜，評論區直接沸騰啦。而呢個仲唔係最勁爆嘅，據可靠消息，劉鑾雄最近對華人置業進行咗大規模股權重組，劉秀華透過信託基金持有嘅股份已經超過2.45%，按當前市值計算，光呢部分就值好幾個億。再加上佢名下嗰啲天價鑽石、豪宅、股票，呢個女仔嘅身家保守估計已經突破50億港元。17歲50億，你話佢係咪最識投胎嘅人？但故事遠冇咁簡單。喺呢場豪門大戲嘅背後，呂麗君嘅兩個仔女徹底被邊緣化，劉鑾雄嘅長子劉鳴煒更加被傳同老豆大吵一場，據說放咗狠話，我同佢冇咩好講啦。呢個到底係點回事？我哋由頭講起。一、劉鑾雄嘅衝冠一怒，為咗個女，佢咩都做得出。要理解劉秀華今日嘅地位，就要先講下佢老豆劉鑾雄呢個人。呢位香港頂級富豪，2026年嘅個人資產已經攀升到1150億人民幣，穩坐香港福布斯富豪榜第5。佢手裏嘅收藏品價值超過200億，被全球公認為10大收藏家之一。但比起佢嘅錢，更加令人津津樂道嘅係佢嘅女人。李嘉欣、關之琳、蔡少芬、洪欣呢啲名隨便拎一個出嚟，都係傾國傾城嘅大美人。劉鑾雄後生嗰陣追女人，嗰個叫捨得使錢，一套豪宅、一顆鑽石、一個愛馬仕，眼都唔眨一下。但就係咁樣一個風流成性嘅男人，喺2008年甘比生咗劉秀華之後，成個人好似變咗樣。佢對呢個女嘅寵愛，簡直到咗衝冠一怒為紅顏嘅地步。有一次，劉鑾雄帶住甘比同年僅6歲嘅劉秀華出街行街，一個網紅唔小心撞到咗小秀華，劉鑾雄當場就炸啦，指住對方個鼻鬧：你撞到我個女，你賠得起咩？嗰個網紅嚇到面都白晒，直到小秀華輕輕拉咗拉爸爸嘅衣就話：爸爸，你唔好嬲啦。劉鑾雄先至消咗火。據知情人透露，劉鑾雄當時自己身體已經唔太好啦，腿腳唔方便，出街有時候仲要坐輪椅。但只要係個女嘅事，佢永遠衝喺最前面。更加誇張嘅係送禮。劉秀華仲未滿周歲，劉鑾雄就喺日內瓦蘇富比拍落一顆7.03克拉嘅無瑕彩藍鑽石，使咗7400萬港幣，以個女嘅英文名命名。呢顆鑽石創下咗當時任何寶石克拉單位價同鮮彩藍鑽拍賣兩項世界紀錄。3歲嘅時候又嚟咗2顆，一顆9.75克拉嘅頂級藍鑽，使咗2.54億港幣；一顆16.08克拉嘅粉鑽，使咗2.2億港幣。7歲嗰年更加離譜，一日之內，劉鑾雄喺蘇富比又拍落一顆12.03克拉嘅藍鑽，成交價4.84億港幣，刷新咗全球鑽石拍賣紀錄。即係話，劉秀華7歲嘅時候，光係以佢名字命名嘅鑽石，總價值就接近10億港幣。你話呢個唔係含住鑽石出世，係咩？ 2. 呂麗君嘅作死之路，由寵兒到棄子。劉秀華能有今日，除咗老豆嘅寵愛，仲要多謝一個人，呂麗君。呂麗君係劉鑾雄嘅前女友，劉秀瑩嘅親媽。呢位女士可唔簡單，外國名校碩士畢業，長相端莊，氣質出眾，當年喺劉鑾雄身邊都係風光無限。劉鑾雄當年為佢拍落過 I Love You 車牌，送過無數珠寶首飾，睇落呢段感情好穩陣。但呂麗君呢個人最大嘅問題就係唔識收斂。
佢喺外面以劉太太自居就算啦，仲跑去華人置業公司同劉秀容大吵一場。更加過分嘅係，2008年甘比生咗劉秀華之後，呂麗君居然公開發文質疑個 BB 嘅身世，話咩唔確定係咪劉鑾雄嘅種。呢一下徹底將劉鑾雄惹毛啦。2017年，劉鑾雄直接喺報紙上面登咗一篇千字聲明，同呂麗君斷得乾乾淨淨。聲明入面嘅措辭之狠，喺香港富豪圈都係罕見嘅。據說呂麗君睇完之後當場就喊啦，但為時已晚。劉秀瑩都跟住遭咗殃。雖然劉鑾雄都係有留啲資產俾佢，2.5億嘅藍鑽，6508萬嘅紅鑽，一艘1.5億嘅遊艇，日子肯定唔使愁。但同劉秀華比，差咗108000里。最扎心嘅係咩？據知情人透露，劉秀瑩前唔耐完成咗碩士論文答辯，咁重要嘅人生時刻，佢老豆劉鑾雄壓根冇出現。你諗下，一個女仔寒窗苦讀咁多年，畢業典禮上面第個人嘅爸爸都喺，就佢老豆唔喺，嗰種滋味幾多錢都買唔返。而呂麗君本人呢？據說而家過得相當低調，好少出現在公開場合。有港媒影到佢獨自一個人喺中環行街，着住樸素，同當年嗰個意氣風發嘅劉太太判若兩人。一着不慎，滿盤皆輸。呂麗君用自己嘅任性，親手將個女推到咗豪門嘅邊緣。3. 劉鳴煒嘅憤怒，長子嘅委屈，邊個能懂？如果話呂麗君母子係作死，咁劉鑾雄嘅長子劉鳴煒就係真正令人心痛嘅嗰個。劉鳴煒係劉鑾雄同原配寶詠琴嘅仔，按道理講，佢先至係劉家嘅嫡長子，係最名正言順嘅繼承人。但現實呢？1992年，劉鑾雄同寶詠琴離婚，寶詠琴後來鬱鬱寡歡，49歲就因為癌症過身啦。而劉鑾雄呢？離婚之後迅速投入新歡嘅懷抱，對兩個仔女幾乎唔管唔問。劉鳴煒由細跟住嫲嫲大，父愛幾乎為零。佢後來自己出去讀書、創業，一步一步行到今日，全靠自己。而佢嗰個同父異母嘅妹妹劉秀華呢，7歲就坐擁10億鑽石，10歲就開始有自己嘅信託基金，17歲生日宴上面請嘅全部都係城中頂級富二代。呢種對比，換邊個心理都唔平衡。據圈內人士透露，劉鳴煒呢幾年同老豆嘅關係一直好緊張，尤其係2017年劉鑾雄將700億家產轉俾甘比之後，劉鳴煒據說喺屋企大發雷霆。我阿媽當年陪佢白手興家，最後得到咩？一個癌症，一個孤獨嘅結局。而家佢將所有嘢都俾咗嗰個女人同佢嘅仔女。有知情人話，劉鳴煒當時放咗狠話，我同佢冇咩好講啦。雖然後來父子關係有所緩和，但裂痕已經深深刻喺度啦。而劉秀容呢？寶詠琴嘅大女，劉鑾雄嘅嫡長女，42歲啦，到依家都係單身。佢倒係繼承咗唔少財產，但由細缺愛嘅佢，性格孤僻，將所有心思都放喺學業同事業上面。有人話，冇父愛嘅女仔只能自己長出刺嚟保護自己。呢句說話放喺劉秀容身上，真係再貼切不過。3個女，3種命運。劉秀華企喺金字塔尖，劉秀瑩被遺忘喺半山腰，劉秀容就喺山腳下獨自攀登。而呢一切嘅分水嶺就係甘比。4. 甘比由貧民窟到香港女首富嘅逆襲傳奇。講起甘比呢個人，真係一部活生生嘅豪門逆襲教科書。佢出身喺香港嘅貧民窟，一家5口人逼喺唔夠30平米嘅屋企入面。老豆脾氣暴躁，動不動就拿佢嚟出氣。細個成日食咗上頓冇下頓，有時候成日都冇飯食。後來阿媽離婚改嫁，繼父對佢比親生老豆仲狠。就係喺呢種環境下大嘅甘比，比任何人都捱得苦，比任何人都清醒。1998年，佢做咗一間八卦報社嘅娛樂記者，入職唔夠1年
就爆咗梁詠琪同鄭伊健嘅戀情，一戰成名。2001年，佢去影劉鑾雄嘅新聞，攝像機湊太近啦，被劉鑾雄鬧：你影我咁近做咩？換咗第二個人，早就嚇到賠唔係啦。甘比倒好，嚟咗一句：你係驚我影到你塊面上面粒大痣咩？就呢一句說話，劉鑾雄笑啦。佢見過太多對佢唯唯諾諾嘅人，突然嚟咗個咁同佢講笑嘅女仔，一下子就記住啦。後來喺周星馳嘅引薦下，甘比辭咗記者工作，入咗劉鑾雄旗下嘅廣生行，月薪由1萬漲到10萬。佢第一件事就係買樓，將屋企人接過嚟。再後來，佢成咗劉鑾雄嘅貼身助理，將佢嘅生活打理得妥妥貼貼，仲將劉鑾雄嘅阿媽哄得好開心。最關鍵嘅係嗰陣呂麗君仲喺度，甘比從來唔越界，唔張揚，唔作妖，就係默默做好自己應該做嘅事。2008年，甘比生咗劉秀華，劉鑾雄送咗套豪宅。但真正令甘比站穩陣腳嘅係劉鑾雄嗰次腎衰竭手術。住院期間，甘比衣不解帶咁照顧，全程陪喺身邊。而呂麗君呢，去探咗10分鐘就走啦。呢個對比太明顯啦。劉鑾雄精明咗一世，邊個真心邊個假意，佢分得清清楚楚。2017年12月，兩個人正式登記結婚，緊接着700億家產轉到甘比名下，華人置業交俾佢打理。曾經嗰個住廉租房嘅窮丫頭，一躍成為香港女首富。但甘比發達之後並冇飄。2023年，佢喺銅鑼灣開咗間編織店，自己設計嘅企鵝包包賣3500蚊港幣一個，成日斷貨。今年2月，華人置業公告委任佢做執行董事，佢嘅家姐家妹都一齊入咗公司高層。一家人整整齊齊，事業蒸蒸日上。劉秀華17歲嘅豪門千金，到底係點樣？講返主角劉秀華，2025年10月23號，佢喺劉家豪宅搞咗個17歲生日宴，冇鋪張浪費，但嚟嘅全部都係城中頂尖嘅年輕面孔，陳奕迅嘅女陳康提，演員龔慈恩嘅女林海玲，仲有係夢瑤、何超欣呢啲名。呢場派對表面係慶生，實際上係甘比喺度幫個女鋪路，人脈、資源、未來嘅社交圈，全部都喺呢一晚安排好啦。由曝光嘅相嚟睇，劉秀華着住一件淺綠色嘅低胸連衣裙，頭髮剪到膊頭，捲曲有型，妝容係淡淡嘅豆沙色，目光清澈，神態從容，完全冇一般17歲少女嘅清潔感。網友們紛紛評論。呢個邊係17歲，簡直係豪門名媛嘅標配。但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仲係佢嗰塊面，寬闊飽滿嘅額頭，圓潤嘅下巴，高鼻梁配上圓潤有肉嘅鼻頭，仲有嗰個標誌性嘅厚嘴唇，同後生時候嘅劉鑾雄簡直一個模印出嚟嘅。多位香港相學名人喺社交平台上面指出，佢嘅面相符合傳統富態貴相嘅描述，尤其係嗰個田字臉。喺相學入面係大富大貴嘅象徵。有人調侃話，眼型似竹老豆，下巴同大劉一樣兜。但劉秀華可唔係淨係識投胎嘅花瓶。據知情人透露，佢而家就讀於香港島南區某知名國際學校高中部，2025年公開學費係每學年23.6萬港幣。佢嘅 Instagram 賬號簡介寫住心理學與藝術學生。佢由細學畫畫，2012年嘅畫作被用於滑板設計。佢中意同藝術家村上隆來往，仲收藏佢嘅作品。佢識彈鋼琴，學過馬術，精通舞蹈，仲自己做過水晶黏土，拿去半價轉賣。10歲嘅時候就賺咗10萬港幣，全部捐俾慈善機構。甘比仲成日帶佢去大賣場行打折店，教佢體驗普通人嘅生活。母女倆仲一齊去孤兒院、養老院做義工。甘比成日同佢講：你只係一個普通嘅女仔，因為你爸爸係名人，所以先至會引起關注。呢句說話，劉秀華記喺心裏面。2025年8月，
佢同阿媽一齊出席香港聖保羅教堂嘅慈善晚宴，喺捐款簿上面以個人名義簽認捐咗50萬港元。17歲捐50萬，眼都唔眨一下。6. 大結局？唔係，呢個先至剛剛開始。2026年5月，甘比同劉秀華又被市民目擊喺中環置地廣場行街。劉秀華換咗一身白色連衣裙配波鞋，冇戴口罩，大大方方行喺商場入面。據目擊者話，母女倆喺專賣店待咗20分鐘，最終甘比刷卡消費咗8.6萬港幣。一個17歲嘅女仔，腳踩 Nike， 手拿 3D， 身後係50億身家，呢個就係劉秀華嘅日常。而劉鑾雄呢？66歲啦，身體大不如前，腎衰竭，心臟病纏身，出街成日要人參住，偶爾仲要坐輪椅。但每次劉秀華有活動，佢能到嘅一定到。據可靠消息，劉鑾雄最近已經將華人置業超過一半嘅股份交俾甘比代持嘅仔女。雖然老爺子身體越嚟越差，但對劉秀華嘅安排明顯係早就想好啦。劉鳴煒嗰邊呢？據圈內人士話，父子關係雖然冇完全破裂，但基本上已經係各過各嘅啦。劉鳴煒自己嘅事業做得唔錯，但同老豆之間嗰道鴻溝，驚係呢世都填唔上啦。三個女，三種命運，一個企喺山頂，一個困喺山腰，一個仲喺度攀登。而呢一切嘅起點，不過係2001年嗰個娛樂記者對住劉鑾雄講嘅嗰句話：你係驚我影到你塊面上面粒大痣咩？有人話甘比係最識投胎嘅女人，但真正了解佢嘅人都知道，佢唔係投胎投得好，佢係每一步都算得準。而劉秀華就係佢呢盤棋入面最精彩嘅嗰一步。呢場豪門大戲仲遠未到落幕嘅時候，我哋接着睇。